伊煮的母娘。第二章，我月头，伊肉阮笑。磅空出口开始，山路的一边有菜一排漆白色的乞仔，牵长长敢若信仔。这景致敢若是模型，会当看到走呛艺人的身影伫下面的山坪。行无700米，我就约着因一家人。毋过我袂使忽然放慢脚步，就激冷冷约过遐个查某。家己行伫头前20米的查甫，看到我就停落来。你行路真紧呢，加在即马好天啊！我心安啦，开始和迄个查甫行同齐。伊一直甲我问这问迄，看到阮两人在讲话。后壁的查某就赶紧入过来。查某派一个柳条箱仔，40出头的查某抱一只狗仔囝，较大汉的姑娘派包袱仔，邀一个姑娘摕柳条箱仔，逐个拢早这早迄有行李。母娘派的是大骨甲骨架。40岁的查某渐渐嘛和我开讲起来。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呢，大汉的姑娘细声甲母娘讲。我月头，伊肉阮笑，讲，是啊，这我嘛知。咱倒年常在有学生来。这家人是乌丝马下母港口的人。乌丝马是伊主半岛南边上大的岛。因讲，春天胃倒出来，一直在外。因为天气变冷，阁无寒天的准备，所以计划伫西摩达过正10天，就要为伊岛温泉转去乌丝马。听到乌丝马，我感觉若是，阁一摆看母娘水水的头鬃，问起乌丝马的种种代志。有真侪学生来收水呢，母娘甲伊的女伴讲，是伫热天烧。我月头问伊，母娘惊一条，我敢若有听到伊轻声回答：寒天嘛，寒天。我问，母娘只是看伊的女伴，笑咧，